喺呢個預苦期，我哋咧逐一追蹤呢一啲無名氏嘅社記嘅事蹟，去明白多一啲上帝點樣去用無名，去一步一步成就佢嘅計劃。關於背十架咧，我哋會同教會歷史上面咧14位神學家一齊去默想關於背十架嘅真理。由佢哋嘅亮光，佢哋嘅一啲嘅著作咧，我哋更加去認識同埋反思乜嘢係背十架。耶穌基督從呢個最後晚餐被門徒離棄，被猶大出賣，被無辜嘅審訊，被鞭打，被侮辱，最後喺十架七言嘅慘痛嘅成為上帝嘅羔羊。耶穌復活，讓空墳墓同埋復活成為我哋嘅見證。